咁我哋今次策展方面咧，其實都同嚟自中國文物交流中心嘅老師咧，就通力合作。我哋咧就透過6大展區，咁就咧希望咧就向觀眾咧就講述翻唔同範疇，即係包括係一啲政治制度啦，包括經濟農業發展啦、文化思想嘅一啲體系啦，一啲嘅紡織啊，一啲嘅建築天文嘅一啲取得嘅成就啦，或者係一啲宴會咧，當其時漢代嘅一啲生活文化啦。以及係陸上同海上絲綢之路嘅一啲從一啲西方啊或者係外地傳入嚟嘅一啲珍貴嘅奇珍異物咧，就從唔同嘅方面咧去俾觀眾了解翻當其時究竟成個環境、成個面貌係點樣樣。我哋咧一共係集合咗咧252件套嘅珍貴文物。咁咧我哋其實呢啲文物咧係嚟自14個省同自治區，一共29間博物館啦、文博機構嘅藏品嚟嘅，咁其中40件咧係國家1級文物，咁咧當然我哋咧亦都有49件套咧係嚟自發展局古物古蹟辦事處咧嘅一啲香港本土嘅一啲出土文物啦。咁我哋今次咧展覽嗰個展品嘅類型咧係相當之豐富嘅，咁當中咧就例如有竹簡啦，例如有一啲白書啦，例如有一啲青銅器啦、銅錢啦。或者係一啲陶屋啊、陶俑，或者係一啲陶罐飲食器具等等嘅。透過咧香港出土嘅展品同一啲內地出土嘅展品咧，就同場去展出咧，就其實咧想向觀眾咧講述翻咧，即係多元一體嘅中華文明。即係就算喺中國唔同地區咧，都係一脈相承嘅一個發展嘅一個概況咁樣啦。咁其實咧，我哋好多時咧，甚至係將內地出土嘅一啲文物啦，同香港出土嘅文物咧，就擺埋喺同一個展櫃度展出嘅。雖然唔同地方發展出嚟嘅一啲文物啦，佢一個當其時嘅環境可能唔同，咁但係其實咧，終究嚟講都係深受咧中原文化，無論係一啲器物上面一啲形制啊，或者建築結構嘅特色咧，都係一脈相承。我哋咧其實希望咧就觀眾睇完呢個展覽之後咧，即係對於漢代嘅唔同方面咧有一個更加深嘅一個理解啦。咁因為咧我哋其實而家好多時咧就都聽到啲人會講，即係稱呼為漢人啦，或者係近期流行嘅漢服啦。咁都想俾大家知道翻咧，其實漢朝因為佢係一個制度上面咧，佢其實奠定咗日後中華文明發展嘅一個基礎。即係喺好多方面啦，例如一個政治體制啊，或者係一啲經濟發展方面咧，其實佢已經係見到一個雛形喺度。咁而且咧，其實我哋都想從呢個展覽咧，另一方面咧都想即係強調翻漢代咧，其實打通咗咧，即係東西兩面嘅一個文化交流啦。對於後世即係後嚟，無論中國抑或係即係一啲西方歷史上面咧，都係有一個不可即係取代嘅一個地位嘅一個重要性。